后来过来，这件是发生伫屏东的民生路，一个太太骑机车，路边一台汽车雄雄开车门，甲这个太太骑倒。想袂到这个驾驶一个落车，竟然甲太太呛讲：“你敢有咧看车？”这个画面铺上网络，是引发到众人的愤怒。明明就是你这个驾驶开车门无关前顾后，搁伫遐拍人的喝救人。无情人车骑到一半，伊的正手边一台插伫路边的白色轿车雄雄开车门，去压到伊的目骨耳啊！无情人未付反应，连人带车劈伫涂骹。上车的这个无情人，敢若规个人拢硬去，唔知影出啥物代志。这个时阵，驾驶也落车，倒将机车扶起来，加载无情人无啥要紧。这架车祸发生伫昨日11点多，屏东市的民生路。驾驶红这个，敢若无两段式开车门，才会讲 A 到。驾训班都有教这件事情啊。当然危险啊，是，对啊，就是一定要往后看啊，有没有车这样。事后有人将驾驶当时讲出来的话抛弃伫网络顶，伫车祸现场的民众透露讲，当时驾驶一落车，就随甲起诉这个，你骑车是有咧看路啊无？民众听到是真不满，随跳出来指责驾驶。家己开车门，无注意后壁，佮咧怪人骑车无斟酌看，佮随到三港报警，提供行车记录器。网友看过画面了后，也拢留言讲，评驾驶这个话，就千万莫甲伊和解。车插伫路边，开门嘛爱小看一个，真正有够危险。骑士脚部受伤，双方均无酒驾情事，未依规定开关车门肇事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讲，将会依法甲开单，加速相关可能会罚款4800块。提醒用路人加注意，才会当避免这类交通事故搁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